宜兰县消防局一个查某的消防员伊伫宿舍洗身躯洗到一半，无穿衫，行出来要摕物件，结果有一个查甫同事伫个房间内底看到，互伊真痛苦，伊嘛去寻求治疗。后来佫因为请假的问题，互长官刁难，不得已离职。因为这个事件一直在炭烧，毛议员声援。也毋过昨天议会，国民党宜兰县议员黄玉琪说质疑讲，洗身躯为怎样卡无要锁门，是要啥人去看吗？外界嘛批评这个议员歧视女性，也毋过黄玉琪是认为伊无毋对，无要回事咧。防看无一定是对的，创啥无锁门？你要引诱人去看的啊！国民党宜兰县议员黄玉琪昨伫咧县议会讲，互人看的无一定是对的，为什么袂锁门？敢是要吸引别人去看？无想要甲伊侮辱，外界质疑伊的讲法歧视女性。看起来我也看不出来，国民党目前对于他们这样的议员的言行，后续会不会有任何的处置？有没有需要公开跟对他的私言来做个道歉？针对女性的议员做这样的性别的暴力，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，一种语言的歧视。宜兰县议员林时英甲林桂莹伫议会期间，为了要声援宜兰县消防局遭到性骚扰的女消防员，伫家己的座位顶头讲，运动破病啊，为什么爱一定换医生等辩护？黄玉琪正不满，请议会叫2位女议员甲标语摕来。所以请黄玉议员应该立即的来公开道歉。若黄玉议员坚持不道歉的话，我们将不排除发起罢免议员的这样行动。黄玉琪的歧视言论伫咧网络顶传，2位女议员甲时代力量拢要求黄玉琪应该公开向被害人甲议会道歉。时代力量也讲，若袂道歉就要发动罢免。你不爱锁门的意思是安怎？对无？你无丢伫个影响人就要看啊，对无？所以你感觉你嘛无讲了唔对？我哪有什么唔对？也毋过黄玉琪也是认为家己的讲法无毋对，伊讲女消防员无锁门，就是引诱别人去看，被看的人无一定是对的，也无一定毋对，交予司法的判断。对时代力量讲要罢免，伊尊重，也不也批评时代力量无了解代志的原貌，只个听一边的讲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